创作的思路来自于生活。我们是不拍照片，规则，靠规则来解决这个作品的那个形状啊、动态啊。这个厨子呢是伪厨，是我岳父他雕刻制作的，到现在将近有100年。上面的看到这是花鸟，下面的这一只这一个是巴西。这个厨子是我老婆雕刻的，她是自己设计制作，她也是我的启蒙的雕刻老师。我今年是82，做石雕56年，海派石雕第1。因为我是在上海雕刻的都是大部分是大海里面的东西，这是第2。第3，我的作品来自于生活上面的地下里面的东西，包括小鸟啊、什么蟋蟀啊、贝壳比较多。做石雕的流程，第1洗料，第2这块料洗好以后，你准备雕刻什么？第3呢，要格式，靠规则来解决这个作品的那个形状啊、动态啊。你把它的形状、把它的动态记脑子里面，但有的时候可以拍一定的用，而且雕刻出来的东西比你拍照的、比你画画的要活得很。写字是用铅笔、钢笔、毛笔在纸头上面画一个印子，这是很轻的。但是刻字的话，不是这个事，拿好以后，最起码下去要30公斤。手法当然要，但是我认为不光是手法，其第1工具。这个工具买不到，因为这个工具是特殊的，它是合金钢，自己烧铜案，烧了以后，对，到砂轮机上面自己磨。我雕刻的松竹梅，这是水海山釉，这是我用色彩石这样的一块色彩石刻了好多的贝壳。这个是动的，这个是静的，动静相结合的作品。这个作品刻了多少时间呢？最起码有2个月。我学石雕还是蛮开心的，是愿意跟老师一直学下去的。因为在跟老师接触过程中，我能学到很多在平时朋友圈里边、亲人圈里边根本学不到的东西。我希望能有比我最多的作品，我的作品他们在学，我希望要超过我的品种，让他们要超过我。他追我跟，不是艺术水平上去了。而我雕刻，我喜欢，而且一个作品出来，自己很开心的。我一个作品也出来了。那么你看，我已经出了300多种，多少次的开心？